这个15岁少女之所以会当回来，是政府用专案的方式，让两母仔来团圆。不过，目前政府的规定，中国籍配偶的子女6岁以上的，暂时也是无法度回来台湾。这嘛，互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，搁到陆委会去踢馆去讨战，讲无要接受这种一步一步开放、定起高这种的方式的政策。这回这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有准备哦，已经定着来回应讲，总统有指示，一定会符合这个囡仔伫咧开学进前倒来上课。民进党的立委嘛来助攻，讲政府一直拢有在做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话讲到一半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强插话。那个在场的媒体，麻烦你把口罩戴起来，好吗？因为非常拥挤，好，麻烦你把口罩戴起来。没有的话，疫情赶快袂使放松，就算陈玉珍搁要求陆委会爱赶紧开放6岁以上中国籍配偶的子女回来台湾，赶快嘛都爱等一下。什么条件成就下要怎样的开放？不是说一定要陆委会做什么，其实陆委会一直都在做。总统也很关心这个事啊，能够来得及回来上学哈，这个政策是很明确的。看得出来，陆委会已经做好准备啊。希望今天能把全部小民开放回来，因为其实只有1000个。透早陈玉珍找家属先开记者会，要求陆委会暂的向用爱媒体伫9点15进前准备好，和陈玉珍最好临时改到9点到阵前。那这2个礼拜以来本席不能接受这一种像挤牙膏似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开放。伫家属的统计下，将近9成的小民拢是6岁以上，就看要安怎做，才会赴因倒来台湾继续完成因的学业。